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嚟夠鐘聽書嘅頻道啊！喺職場上，你有冇發現有啲人升咗職之後，反而表現差咗啊？佢原本可能係 top sales，升咗職之後先發現，原來佢同下屬嘅溝通係咁差嘅。有一啲技術好犀利嘅人，升咗職之後先發現，原來佢同人哋溝通係0分噶。呢啲唔一定係佢嘅個人問題，可能只係中咗一條職場嘅定律，叫做彼得原理 （The Peter Principle）。講述呢個原理嘅呢本書《彼得原理》係由加拿大嘅教育學家 Lawrence J. Peter 同埋劇作家 Raymond Hu 合著嘅，喺1969年一出版啫，就轟動管理界。佢提出一個震撼而諷刺嘅理論，就係其實每個人都會升到去最後佢唔升任嘅位置。呢本書以幽默嘅語氣揭示咗升職制度背後嘅荒謬同埋盲點。佢唔單止批評咗政府同埋企業嘅階層體制，亦都成為現代組織心理學、管理學嘅經典著作之一。呢本書嘅核心理念好簡單，一個人喺工作中表現優秀，佢就會被升職。但係持續升職嘅結果就係佢會升到一個佢自己冇辦法勝任嘅層級，然後停滯不前。換句話講，升職唔係根據未來職位嘅能力，而係根據目前嘅表現。而每一層嘅工作性質同埋所需嘅能力，往往係截然不同嘅。職場上呢，有3種典型嘅彼得原理現象。最頂尖嘅銷售高手，佢嘅業績可能成日爆燈，但係一升咗做主管，因為佢完全唔識管理人，反而成為團隊最乞人憎嘅老闆。有啲工程師技術好高超，但係一升職做咗經理之後，因為溝通能力不足，令到團隊氣氛緊張，合作變得差咗。細心嘅行政助理，平時文件處理同埋工作安排做得得心應手，但係升咗職之後，因為要負責太多唔熟悉嘅管理工作，忙到唞唔過氣，自己身心俱疲，亦都影響咗整個團隊嘅運作。呢啲例子都說明咗，升職唔係獎勵，而係完全唔同嘅能力挑戰，唔係每個人都適合或者準備好面對下一級嘅要求。彼得原理亦都指出咗2大嘅問題。第一就係升職成日都係根據目前嘅表現，而唔係未來嘅能力。公司呢就中意升一啲表現好嘅人，但係就往往忽略咗呢個人係咪能夠做到新職位所需嘅技能呢？第二個問題就係無能嘅人往往難以被降職啊。文化同埋制度多數係避免降人哋級，驚羞辱到人同埋打擊士氣，結果就係組織長期被不勝任嘅人佔據重要嘅崗位，降低效率。咁點樣可以破解呢個彼得原理呢？書中提供咗幾個解決嘅方向。第一，升職前評估未來嘅能力同埋性格適配，唔好淨係睇過去嘅成績。第二，推行專業同埋管理雙軌晉升路線，令到技術人才唔一定行管理路都可以獲得發展。第三，鼓勵橫向嘅調位同埋多元職涯發展，提供唔同類型嘅工作機會。第四就係建立包容失敗同埋調整嘅文化，容許人員調整職務，而唔係一味往上爬。彼得原理唔只係對公司制度嘅批評，亦都提醒每個職場人唔好只係諗點樣往上爬，亦都要問下自己，其實適唔適合下一個階段嘅工作呢？中唔中意嗰種生活嘅節奏同埋壓力呢？聰明嘅人就會知道最啱自己嘅位先係最成功嘅位，唔係不停咁升職，而係揾到最能夠發揮自己同埋中意嘅位。盲目升遷只係會讓組織陷入無能階級嘅困境。每個人都應該理性咁睇職涯規劃，而公司呢亦都應該以更加科學同埋人性化嘅方式嚟培養同埋選拔人才啊！